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美纯，欢迎收看7月22号礼拜5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日前，台南市6间元老庙甲各大饭店合作，陆续推出元老的料理，甚至阁将元老的奖品创新以后，今仔日上午为期1个月，台南七夕爱情嘉年华正式登场。市长赖清德欢迎全国民众拢来台南求姻缘，感受爱情的酸甘甜。为了让全国民众拢来见证台南市6大元老庙，敢若去年橄榄山就出现1016对姻缘的功力。今年配合台南七夕爱情嘉年华，以元老列车为意象，邀请元老新尊画像甲手办造型，作为甲市长赖清德共台，共同来启动幸福列车，嘛代表台南为期1个月元老节正式登场。启动！哇，我们台南月老列车爱情嘉年华吼，咱嘛会当用另外一个名来称呼啦，就是月老节啊，月老节。爱情嘉年华啊，另外一个名就是月老节。那么台南市政府举办这个活动，最主要有几项目的。第一项就是要互利用咱台南市的元老，甲台南市特殊的生活环境提供有互台湾所有的爱人啊，伫暑假的时阵，也是其他的时间，会当来台南市佚佗啦无论是要来台南市游山玩水，也是要食好食的物件，拢会当来这个所在。那么第二呢，有若要互寻求爱情的查甫也好，查某囡仔也好，来元老公家拜拜了后呢，姻缘人会当早一日来决定啦那么，每一个有情人拢会当终成眷属。那么第三呢，咱有若希望咱台南市会当扮演一个社会更较大的责任，就是少子化的时阵咱会当用元老公的心力来促成更较侪对的姻缘，生更较侪囡仔来解决咱所有社会问题。同时，市长赖清德伫台顶嘛以小解各宫庙元老新尊的特色，强调任何一尊都会当求，讲甲大家笑嗨嗨，开始为了营造台南成为爱情城市。今年的七夕爱情嘉年华，赖市长特别号名做元老节，同时由文化局规划，首次结合专区庙宇、餐饮饭店、百货加旅游艺文团体，总共43个单位，嘛互场面相当的热闹。其中，伫原爱国妇人馆也有2场的展览，让民众伫游览台南的时，借着趣味的互动解谜装置来体会元老信仰的内涵。往年其实主要是以影片为主，可是今年比较创新，就是说我们想要让观众除了在看到影像，可以进入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然后他进入一个穿越时空嘛，所以其实就让它变成影像有一种互动，然后而且他必须要去在那个定位上面，你感觉好像他面对那个每一个庙的月老，那月老有趣的地方就是他原来信物，然后你在呼叫他的时候，他就跑出来跟你讲话，然后你可以祈求他的那个，所以他有一点你好像在庙里面拜拜，可是他其实又像是一个进入一个超时空未来的感觉。盛大浪漫的元老节登场，嘛邀请市民甲游客做伙来体验爱情的酸甘蜜甜。台新闻管及郭博义采访报道。民进党台南市党部配合市府防治天狗日，今年特别强调境外主动的政策，所以甲旅行公会、导游协会等单位合作，制作22万份的环保cré信来宣传，包括中文、英文、越南、泰国、印尼等5种语言，提醒出国的民众做好自我保护，防止可能的疫情扩散。卫生局长林胜天表示，今年3月台南市经进入天狗的流行期，一直到7月21号为止，本土病例一共有15例，对东南亚等国外入来则是11例。加上今年以新加坡来讲，当地已经有1万例，拢值得注意。
所以今年市府防治重点，就希望将可能的天高热威胁挡伫门口。对此，民进党市党部为了配合市府政策，特别制作22万支会当随身载快讯，除了中文以外，包括英文、印尼、泰国甲越南等4种语言。透过旅行公会甲第一线导游领队，要提醒民众保护家己，嘛保护别人。每一年的登革热境外移入都是境外移入的哈，从东南亚。那东南亚境外移入的人数呢，在台南市差不多20-30个哈。那所以我们今年不一样做法是，我们希望决战于境外，阻绝于境内，就是说他们到东南亚去哈，我们希望由台湾去东南亚的人，他们不会被蚊子叮到，那就不会把病带回来了。所以为了做各种宣导，我们除了中文版，就让台湾人到东南亚去，我们就发给他，透过旅游公司，透过导游协会发给他一个登革热的这个防治扇子之外，我们也做成泰文版、印尼语版、英文版跟越南语版，希望他们也能够在当地也能够避免被蚊子叮到，那就能够达到这个效果。当然，这款的快讯除了宣传天高的防治拍拼为家己以外，也有多功能用途。它没有扇子，没有那个塑胶，所以比较环保。那另外呢，因为可以随身携带，直接随身携带，所以它可以遮风、挡雨、挡太阳。那呢，可以随时都可以携带哈，也烘了对了。那另外它可以当滑鼠垫。那如果这个菜煮完之后，可以放在上面当煮热板，有多功能用途。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借着这么一个扇子哈，能够最主要是有整个登革热的宣导。让大家能够共同面对这个疾病。嘛，因为快讯是以党部的名义发送，注意强调版权无问题，嘛无公器私用，希望有兴趣的社团共同来响应。决战于境外，决战于境外，阻绝于境内，阻绝于境内，消灭登革热，消灭新闻统计郭国义采访报道。伫台南服务18年的前警察局长陈子敬，无偌久进前才大退休。伊过去认真服务的精神，以及累积的人脉，也互议员蔡玉辉、林彦竹、李中琴甲林永义做伙徛出来召开记者会，公开提议参选后一届市长。议员蔡玉辉甚至个主动出击，要来帮陈子敬做民调。国民党议员蔡玉辉、林彦竹、李忠诚甲无党籍议员林阳义，上午做伙公开力挺前警察局长陈子敬，出来参选后一届的市长。相信用伊为山线到海线、基层到高层的拍拼精神，以及处理代志圆满的态度，一定会当成为一位专业的市长。陈县局长伊任内多项为民服务的绩效，当然治安第一名，我是感觉。当然很好，可是最好是为民服务，他能够以警察局长在全国都名列前茅，这点是我较肯定的，是讲为民服务这一块，事实上，伫警察局任内，一旦体恤民苦，也是咱像咱林亮讲的哦，加亲民。那我们今天上条是讲要给陈县局长加分了哈。对于陈子敬哦，我要这样讲，当时我在提出说。陈子敬退休之后未来的路，那我们看到说陈子敬局长在台南市18年，他从事的就是在这里的工作18年，但是这18年来，我们看他从山线到海线，从基层到高层，我们看到是他的专业。我们台南市需要有一个专业的市长。更需要有一个懂得基层需要什么的市长。议员林阳义更希望陈子敬会当顺着台北市长郭文泰的模式，提供台南市民另外一种选择。推荐这陈子敬，咱的较早的警察局长啦，伊是有无党籍的吼，伊是咱台南市服务这18年来的，会使讲吼对这个。人民啦吼，这官员啊，是这议员来说讲庶民如群啦吼，因为这次呢，来推荐陈子敬来选咱台南市的市长吼，讲较坦白是较有拼味啦，因为这会使回溯伊2工前科比魔术迄个经营吼，来
来后下参选咱台南市的市长吼。对此，议员蔡友辉更是主动出钱，要帮陈子敬做民调。预计伫7月24甲25两天暗时6点半到10点进行电话民调，了解市民的支持度。前警察局长陈子敬对此则是表示，若是乡亲明年议员会记得伊才来考虑。但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为伫健康路游泳池头前的林行道，长期以来因为定定树木窜紧，地砖碰出来，造成不少民众受伤。议员林美燕无奈表示，虽然地砖伫经过反映了后，拢有进行修补，不过树木窜紧的部分却一直无法度改善，所以找来相关单位实地会勘，要求要彻底解决。这名70多岁的贾太太，顶礼拜骑乌多摆来到健康路的游泳池游泳，想要到骑上这个林行道的时阵，却因为路无平，规个人失去重心，人甲车做伙倒落来，脚骨因此受伤。对此，议员林美燕出来相关单位进行会勘，要求将这项存在多年的问题彻底解决，不希望类似的事件一再发生。会在健康路的水都水世界这条人行步道上面，长期以来我们发现，因为行道树的关系，树根的隆起，造成就是人行步道路面的不平。那这几年来，每一次如果有人跌倒，我们就反映相关单位来做处理。那相关单位事实上他们也在第一时间有来处理，但是这个现象是一再的在发生啊。因为酒精没有彻底的去处理的情况之下，它还是一样会隆起啦，路面还是会继续不平啦。最近又有人跌倒了，我们看到像这种情形不容许再一再发生啦，因为对就是市民的一个就是行的安全我们必须要去把关啦。所以今天邀请了公务局跟教育局、体育处来到现场会勘，我们希望能够在这一次现在马上在今天，路的不平的时候，地方必须要马上做修缮，因为急迫性的危险。那当然，正面对我们树根这个隆起的问题，我们必须要彻底的去处理。我们必须要用公法来去做一个，就是请教专家。那这个部分，我想我们在短期里面，必须要看到成果。公务局回应，路面砖无平的所在，将伫1礼拜内完成修复。离地下窜紧的部分，将邀集专家来进行处理。但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休困者马上登来新闻现场。我们常说酒量好或不好，无论好或不好，喝酒应该要有参考值。男性每周不能超过14罐啤酒，或是半瓶多一点点的威士忌。女性适量饮酒的参考值就更少了。过量饮酒绝无好处。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百货公司庆祝50周年庆，一透早6点，各部门的主管就集合，做伙骑脚踏车到台南市政府接受市长的鼓励，见到夜到各大景点停留翕相，让市民也感受到百货庆生的欢乐。对后火车站大远东百货公司出发，各部门主管为着要庆祝50周年庆，一透早就穿上制服，骑上脚踏车，将远东百货公司的欢喜气氛传送到台南府城的每一个角落。因一路骑到大远东百货公司公园路店、赤坎楼、孔庙，最后来到市政府，前来拜会市长赖清德。市长也热情迎接，予每一个人鼓励。同时，伊也非常的感谢大远东百货公司伫咧长年以来为台南经济繁荣所做的贡献。那我刚讲远东百货对台南市的贡献大概分几个层面。第一个，当然远东百货这50年来提供许许多多的就业机会给我们台南市市民，也因为有工作，
我们市民才有可能安居乐业这一点呢对我们贡献是非常大的。那第二个呢，远东百货是台湾一流的百货，提供的这个商品可以说是既现代而且又实际，物美价廉，可以说是让市民一个购物非常好的一个地方那第三个，因为有远东百货台南市可以说持续50年的百货公司，因为仅此这一家嘛就历史最悠久的，那也可以让这个台南市跻身为现代化的城市50年也不容易我们希望远东百货走得更远走得更稳然后让整个台南市因为有远东更加的伟大谢谢大家，谢谢。甲市长做伙切下鸡卵糕，做伙欢庆50周年，带着市长的祝福甲鼓励，一行人再次上路，徛伫咧因上届实施的府城道路上，最后来到新大校园，伫咧超跑前导车的带领之下，顺利返来到大湾东百货公司，为活动画下圆满的句点。远东百货，加油！耶！我们今天的远东百货50，感谢有你，台南骑士爱的串联，我们今天圆满成功，给我们热情的掌声鼓励，也为自己一个掌声鼓励哦。咱的新闻网找采访报道。餐饮企业今年应用中秋节所推出的月饼礼盒，特别结合高级检赛等等文创的元素，而且种类高达20多种，甚至发表会各用魔术的手法来进行，非常有创意。餐饮企业为了行销中秋应景月饼冲销售量，每一档的产品发表总是求新求变。今年除了要请川剧变脸的表演，要甲民众近距离接触。还要请专业的魔术配合舞台灯光效果，用魔术变出烟花盒、干贝、蚵仔等新口味月饼，效果十足。嘛提前甲现场家户中心的儿童欢喜过中秋。接下来，我帮各位把其他的月饼变出来，你看好了，我们只要把这张目录呢放到我们旁边这一台，这是我们2016年最新的月饼制造机，仔细看好了。把这个壶盖起来。好的，接下来，各位记不记得，当我们要变出东西来的时候，需要一个东西叫做什么？魔术什么？魔术粉，没有错，仔细看好了，我们需要魔术粉。好的，只要撒一点魔术粉，各位直接在面前显出这个叫做是我们的月儿园事业。一连看出今年餐饮企业为了迎合文化创业潮流，多达20多种的盘手，不管是包装还是口味，拢兼顾传统加创新，除了将过去必须欢迎，曾经未甲抢回高级顺利礼盒中出江湖。今年已经推出木雕大师陈启川所雕刻的虎翔咸菜饼，不只有精选的往来礼盒，外客也可以当菜画，真有特色。今年呢，我们推出了一个叫做剑师饼，咱怎样讲来安平就是咸菜做一个，它是我们的 image 嘛那各位知道剑师能够祈福，也能够辟邪，所以我们今年呢特别请陈启春大师呢帮我们做了这个。雕刻了这个模，研究了很久又很久，就搞了很久。为什么？因为它要有那种剑师的霸气，那还要有让小朋友喜欢的那种 Q 版的味道。尤其你知道，大师的作品不是随便他就说这样就好了，他是人家那个打磨的做来，他看一看不行还要再改，这样来来反搞了1年多才推出这个剑师的叶饼。那当然里面的馅呢，内容物我们是遵照古法去做的凤梨的月饼，但是呢。
各位看到，不要以为说它只是一个白白的盒子，它这个呢，最主要是让你们回去全家人可以同乐在那边彩绘。你喜欢你的剑师什么样味道的？你喜欢剑师长得什么个样子呢？好，就画出你心目中最可爱的剑师。这个是我们今年特别融入这个文创风。当然，这么特别的中秋盘秋的咸菜饼，也这嘛特别准备200个送给南台南家福中心来响应公益，中面温馨。也这表示，所月饼礼盒对200块有走，到顶级的2300多块拢有。除了要满足消费者采买需求，嘛提醒有兴趣民众量早预订，也够优惠。但新闻管及郭博义采访报道。长期以来，不断研究新的艺术表现方式的创作者廖佩玲，是台湾第一位将中国钢笔画结合曼陀罗艺术的创作者。作品当中有真侪象征福气的动物甲花蕊，希望为观赏者带来好运气。这款曼陀罗艺术作品，甲市面上常常看到用电脑所画出来的完全无同款，全部拢是廖佩玲艺术家家己亲手下着毛笔，搭配着粗幼无同款的线条，一笔一画用心所画出来，其中都富含了侪带着中国风的图案在内底，相当稀奇。因为我在我们的作品里面会看到很多。好像每一个人都似曾相见，然后这些东西从小好像都有看过到长大。其实我用的是比较独有的我们东方的工笔画，也就是说我们从小都知道有一种叫工笔画，可是到底是什么？其实就是从国画来的另外一支是工笔。那里面你会发现一些笔触其实有一些粗跟细，不像是一般人用一般的不管是签字笔，我完全都是用我们一般看到那种毛笔，慢慢画完之后再去拿去做一些改变的。那包含我今天看到一些吉祥的一些相关的，我都一一把它放在里面。甚至于，因为我们今天第一场就是来台南展，所以我用的荷花、莲花，就是我们台南也产这些。然后甚至于我们台湾蝴蝶王国的蝴蝶也进来了，兰花也都在里面了。所以我尽可能把所有该有的，我们代表我们台湾。其实我们一直在讲文创，其实它也不是文创，但是它是我们代表我们文化的一支。我希望它可以在不管是国际或世界或其他国家看到的时候，可以让我们知道这是我们独有的一些创作的东西。看到的这么多作品，全部拢是艺术家廖佩玲伊亲手所画出来的。伊也将家己的作品融入时下少女所介意的纸胶带当中，而且可以当伫咧纸胶带顶端来加色。比较流行的纸胶带和纸胶带，然后是2公分，所以它可以画的面积会比一般的还要大。然后我全部都是用工笔把它做出来，所以这个是直式的连续图，就是4方连续图，然后二方连续图，然后这个是横式的，所以这有2款。所以为了搭配这个，我把它独立又变成一个文创商品出来。对于无厘的线条，和每一件作品拢特别而且珍贵。艺术家廖佩玲除了希望作品本身和民众欣赏之外，伊也将出版绘本，和观赏者会当家己来加色，以互动的方式，希望将艺术融入生活当中。咱新闻网站采访报道。卫生福利部台南病院为了鼓励民众踊跃关怀，特别甲台南东南扶轮社扩大办理关怀活动。依赖员工、职工甲扶轮社社员，拢用实际行动来响应，也鼓励社区民众踊跃加入关怀行列。台南东南扶轮社伫去年甲台南病院共同办理关怀活动，得到袂歹的成效，所以这次再来到病院办理这项有意义的活动。伫社员甲病院员工的共同响应之下，做伙参与关怀，发挥助人的精神，目标要募集到100个会。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在我们台南院因为我也是来超半年了然后这次有这个机会来参与这样子的一个捐血的一个盛会了那刚徐院长也提到了其实这个捐血是助人以外，对自己也是可以增加新陈代谢那对自己也会觉得能够尽了一点的小的力量能够帮助有需要的人觉得这是一个很快乐的一个事情那今天也是希望说我们大家可以的同仁伙伴们大家一起来共同
这个参与。对此，病院除了颁发感谢证和东南扶轮社，也特别安排精神科日间留医校园，献手一首感恩的心，来感谢参与关会的人，也希望更较侪民众会当借着关会，感受到帮助人的快乐。但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新闻最后，咱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17分，有时好天的天气，温度28度到33度，落雨几率1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台阵风是6级。感谢你收看7月22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碧泉，咱再会。